碗都很有历史。我们这边的人有神像都是找这个，他没有休假的哦，只要我们有找他哦，马上就会帮我们看病，真的很好哦。 公演多誒，他人按嘅我送到錢就200。我回天了，yes，回天了。唔係回天咯，一個好笑的。公演送到錢啦，我主要。吃卡住。 那边我们全部单单年纪有较大嘅，佢叫做挑年菜哦，他们就压岁。站坐也坐不太下，挤一挤。新年有余，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年年有余。都没有筷子。另外你等一下，这半句有看不了。哎呀，要看病嘛啊。对对对。好像那边施工对哈。毕业多久了？有段时间。 我是第一次，那你是听谁讲说我听我嫂子，她是苗栗，她都看不到，都来这里看。你真的想很久，看你动了，你看那挺好，你很想要这样子。慢慢走啊。 新的呀。 几十年来都一样啊，没有变啊。我们都，哎呀，家生也就会安尼啊。我们家反正吃饭的时候，我爸都吃一半来看病，看了再去回去吃。等下来还是一样，没有停啊。会到差不多晚上9点10点，都还是有人来，不一定啊，时间都不一定。还没10点啦，几点？啊，几点到会还点哟，烧到我啊！你装屁这要个别说说。我们是报章来啦。那也拿了，是报章来。慢慢去拿。南瓜。你有看过吗？系啦，吼，没啦，骗人的。啊，错的，错的。几多点休息就休息嘞。哎呀，冇啦，上海那个。当然包，当然。有啊有啊有啊。 他说。
真系拜天起来。以前我做台条路，只要做轮磨很简单，没有本钱投资一天我赚钱。我看到有个牌子在租售，还卖掉了，还没地价格了。最近的已事经情。6年了，啊，那有些哦，哎，只要60万元，好像纪念性质的样子，拿回来买回来。我那的上啊，是不是按上也比毛唔错啦？有上那个人按多岁毛，没我继续做个几多年啦，呀，你上就放弃啊，磨诶。所以讲呢，以前磨咩咧乱大啦，就磨全部100%磨那好大咩？艺术这种艺术量我家是不是啊？老乡里有点情感，我从这不爱看嘅嘢。都是老邻居啦，哈。现在放没广，那不一定，还没有那边。我说唔係看呢度，想看這對全部有電子音樂，全部看電波，還是冇看電波。而家按到歲做那個，按你說那個按用精神嚟做還好，按你要靠我工藝嚟，我都快80歲啊。摄影的世界是靠。係啊，攝影世界就看到呀。我原來我從小年啊，公關小年，現在我就大多我是。這個涼啊。幾多歲？1800的。係咩？哎呀，過年82了。係啊。那你多唔多？他初80了。初80。你今年係5歲。我那上到可能那時候可能2塊8了。係啊。那我講中國先生是記性很好。你這一個保養啊？咩？生命保養啲啊？保養當看，都唔會講太潮，是短唔會咩？咁樣我唔會知道啊。冷。這就是路我啦。生命保護誒。頭擺有路人講嘅哦，姐，佢一從那出網看，大家都不看。裝修啊？哦，做出嚟。玩得水一樣嗎？係啊，做出嚟。咁樣㗎？咩做出嚟？路我就會做出嚟。真係行到基礎就好，萬一喺那一搭嘅就幾，很當機的。现在都晚上都几点睡觉？几点睡？我依啱所有。啊？我平常冇睡眠到以前咁。
5年前咯，打不到孙家钱人你做嘛喏？看书，看树也就来，過年也個嘢咪行過來。哦。特別就蘇大奶錯咁啊，要打電話嚟，猛開關我嗌嗌好似啊，咁佢唔會啊，因為到而家就是洗劫，有死他了，蘇大奶死他了，真係死，做蘇大，阿爸也有追嚟嘅。按不去欺負他哦。係啊，外州呢？有时候会错，我两岸不公完了，就是等于是一根猛水管。你亚麻机看得到。哎呀，那是年嘛给你赚的没？多少7、8年？高呢？鱼钓哦，对呀。200，我出快。一楼呢？不是，都是在一个行啊行。哎，嗱，这个太大。好，咪先。哎呦，不少了。咁咪要索個樣啊？不煮烧哈，莫停头哈。要。唔會啦，你這個高啲，我做咩啫？因為有時間咁樣，行40公里就給你了，嫌疑太行哎，有嫌160米，這是這個中午，給你慢慢上去，這3公里走了就還沒說上。這個兩個兩種跟有多哈，仲有8個小時後8號，看出鴉片，好長啊！按胎數也是時間。比下看誰水，按胎數過唔得。很咁樣有很多位啊，比方說幫我搬行，你知道8的，做個準備片，做個談樣，按個我把這個看，因為可以按摩就沒那個還是那。小起來食材在摸下。你去改變錢有較多嗎？那時候給出準備是一個月的嘛，出準備你是得1點多1000元，市場做的冇看嘞，一個月副廠一個月多，800個人，我一方面是我啥茶去，我副教茶，我副司機，我做啥個我要為的，一路都冇拿都冇辦法。有錢就好嘞，不過這些呢就生活費啊呢，就唔敢講省出準備啊，冇。那時候大部分都是出去看病嗎？他們都不來這邊嗎？有啊，來我來啊，唔可以來就我來呗。要冇茶那就用講啊，茶有時候買冇要咪加要咪芒果太路買，冇路買全部都係山路買。我也是差不多10年前哦，差不多10年了。哎，應該有10年了那樣。戴紅帽子是我，那個就這樣我聊我就話就我他的，那聊我就冇了。我給你抹哎啊。對了，就是這個啦，對，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也做矮啊，也是人古創啊。係啊，創工啊，係做幾班嚟去嘅，有音箱啊。我也很感謝嘛，我記得。你這個呀。所以這裡算是你平常回來玩的時候，小時候也不是常住在這裡。哦，我小時候在這邊念小學，到國中畢業這樣子。以前我阿公比較嚴格，然後你就怕講錯，又怕被他念，所以就有時候就會變講國語這樣子。可是主要是後來慢慢有就在練啦。我覺得我是客家人，我就要把客家話講好這樣子啦。小時候我家裡小孩子不多，小時候我是家裡的小孩子。那
小时候扫地啊什么的，我阿公是严格到就是门缝里面的那个他都要打开来检查，然后甚至是你扫不干净，他就当场就是骂啊或怎么样，然后就是反正他就是因为对这些事情要求严格，那我们慢慢习惯以后做事情也就变得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就是虽然是很一板一眼，可是我觉得他有他的道理在这样子。阿爸要斑马改，哎，翻过肉了，没有啊？有在 Q 什么？哎呦，我看一下。我有一个建议啊，那个初年期哦，啊，给来做审理普通啊，按照意思，伊都要看书而买书的，那个哈，是我看路就怕唔明。没有，现在一片灰暗哦。哦，佢给来多天大送哦。好，我先帮你办这个续约哈。那等一下我们再问主任看看这个部分。前面我们正前面这个是冬瓜山，在林线那上面。然后冬瓜山往后一看，它后面一整片都是杉木林，那个就是谢医师的租地呀。因为杉木它的造林价值比较高，因为我们用木材的话是习惯就是这个木材越通直越好。那杉木就是有这个特质，它就是一支很通直的主干上去，所以你造林之后，它的那个利用价值比较高。这条林线下来是806、807国有财产局的地，林线凹过去的到那边竹园这中间部分就是谢医师的承租地，我唔识记，但是我第一记係福建人的舒服人样啊。冇了阿爸很出冇現場嚟看啦，把借聽嚟吧，啊對啦，把借就做嚟都冇發社會，唉，嗱就把借，我啦，我一咩一啊白開飯咧，冇，啊是嘞，哎呀，有啊。本来就一个社区就有一个是在地的医生，这样对我们就比较好一点，就较好的位。较方便。哎呀，较方便啦，经验又有嘛，哎呀，俺们那个生意又鸟的，帮忙就医生就会方便的看啦。以后啦，这样来将来的家庭的情商啊呢，要做全部成熟的哦，让我比啦，碰到鱼就会比啦。你使以为哎呀，使唔真係變成使用，唔好跟你，真係使用。我爸爸吉隆市的生發商哦，當皮，我做姊妹謝醫師啊，出做了我也就姊妹嘅健康相當有嘅，不管有錢冇錢。都香港，我爸爸我帶了到社會去醫療，有乜嘅困難啊，做嘅佢亦都有嘅服務嘅精神。所以这附近你比较碰到比较危险的其实是生產，是不是？生產啦，畜殺咬到位啦，農藥中毒啦。这个分没不必真了，我就讲了，以后的事情，我稍微上一两上，有太医演戏的，三毛主导，
一个送我上港，一个送我台中永中，天满的。佢鹽地嗰好好係咪？嗌都唔知叫佢幾多安尼啦。基本上要錢太遠啦，呢度係半種嘢，有兩個摩托嗌死個地遺憾，有啲渣咁樣嘅規劃化。龜殼化。啊，我會去南港，叫我買3幾5期，買到咁多唔嚟，買到嘅有時要好幾件哦，要斷。1年冇用的，要包上了。效果了，亞個做差唔多14年，有好幾件，特別水也做寬的。嗰他們也以前錢咯，差唔多2000到3000元。我哋唔免穿錢，唔敢穿，唔免穿錢。但我做茶葉當然買到了，我9年還有件啊。你是第几个小孩？不是，哦，不是啦，来，我是他好朋友的儿子，哦，跟我爸跟他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个是你现在才吃早饭吗？忙到没有时间吃饭。是啊，先看病啊。哇，你自己洗碗？我习惯，什么都我自己弄。今天很忙哦。就是很早都人来了，晚上昨天晚上也晚上睡11点多，就是那个胃溃疡胃溃疡的肚子痛来，哦，看到我按不11點11點半來，打電話來再來，11點半又心臟病嗰度老人家又來11點半，冇辦法個。不能吃油啊，对不对？不像人都吃皮的，也得一个吃年吧，没法不会。你看我是吧？啊？是吧？关爷。朱砂啦。哪有个怂的？肝脏不好。咩？職業叫人哋梗係哦。起來一個啊！你現在我講，有咩冇哦？現在就按你血管醫啊。妹。不行啊！不行。這哪落水了？這眼睛掛那個。你买一只哦。买一只哦，买就先吃了啊。开饭好不好？开饭好不好？哎呦！那啥子啊？吸了。Thank you。我挨都冇，身邊人話佢話挨冇爭啲路啊。所以就時間到了就吃飯，有病人來就看，沒有真的說關起來休息這樣子。沒關係，是看到我習慣嘞。在桌上好多書哦。
对啊，你说是你看什么样的书？书当然以后的书了。医学还是看医学的书比较多。以后的书了，人家有时间都看给小说的那边，比如说个古书啊，还有三国志啊，还有聊斋啊，水浒传啊，人家有安尼时间看，对吧？电影是人家说有益的，系吧？有帮助的，各种新闻、杂志都是看。爱去上课啊，爱去上课啊，基础教育啊。也冇咧。现在没有。都今年就冇去。我小儿麻痹，山东资源佢就最後可以講佢最後一次，佢就傳動多，佢啊梗係冇跳又冇以往這麼大，還有肺結核，不會講很多，肺結核的慢性傳染病，也死亡也最多。上海附近呢也到一個對面，也到很高就講。佢全啊，佢等於講，然後是中國講所有東西拿晒嘅啫，嗰人家就最好，你們特別亦都講，唔好直接看，嗰人有個錢都冇變來，而譬如頭一早的佢四團都碰皮啊，嗰人來到有個佢查皮錢都冇變實，冇變拿開，好像有個香港有人拿，有隻個眼有隻個耳拿手套，你就搞低佢安尼。防治的也還算不錯，因為我是公費考試，也太也嚴重噶，楊世標，我沒呢個眼光，是公費考，我都冇上面，我講，風險叫晨光熟土，對肺結核病的幫助有很可能有，而且唔吃得提啊，其他的因為講，我不是講走出提。我一講他都低，那麼需要那個嘛，那上海就不同啊，天都冇啊，人家要那是講啦，冇按都是吃藥也就冇按那是，就想盡辦法，你也唔係單單一方面，也有下，什麼也有下，可以按嚟做，也就地，你講食材就一副，按嚟還那種生活冇啥。就那個？32個數。32個數，人家太太了。做語文課。語文啊。係咪咩數學行咁啊？生活管制啊。好，真的现在买一盘无聊啊。哎，他买一盘。6年生的。是。今年好说呀。哎呦，不要说了。姜跌倒了。姜跌倒了。我呀。光唔出嚟啦。光唔出嚟啦。後邊都唔可以光。白絲。謝謝個哈，很舒服謝個哈。講我講我陳秘書誒，阿哥麼誒，特別是阿婆呢，人就很嘅阿姑啊，你知道，就是街上係去屏東，後尾就開始做學徒啊，這屏東嘅阿哥醫院，佢要是日本人講刺科，做6個月，做到基本上都還要叫我讀書啊，我讀書又沒錢，沒錢做了下。你不是那個老鄉莊嘛？是啲冇錢啊！阿爸耕家田，起家田園，
哎，介绍这个主手都是人个啦，有啊有去买啲方言课，都呢条家两是人个方言课哦，佢认真咧学讲个，阿木头，一个人18年今年，阿木头做帮当，那年课我输了讲课，喊到喊家落咪，无路跳堂，乱说咯，别人出去做人，啊好个是。伊喊啊，老板这医生喊照顾人的，安尼鼓励人的，所以讲小孩的是唔上同做的，所以我做个念课不用太好，我讲我要说这个他以前按我接受，一方面对我哋将来考试有帮助的。我讲我做哦，传魔术班，后来不得不鼓励我种的。是为了人自家嘅将来考试，都和他以前研究，那我有人技术的地方有重要嘛呢？但那时候你说22岁的时候，学科上了是妇产科没有过嘛？技术的是妇产，那时候是考什么题目没有过？你还记得吗？记得啦，解释就对啦。人家忙是接3個啊，佢哋其他嘅忙要做過啊，所以冇基礎啊。所有就全族嘅。螃蟹先生，這特別有型嘅婦產科出來嘅，個太太嘅學士有先生，係咪啲人？哦，太太有型嘅婦產科。第二要考試，第按你選擇讀書啊，所以佢冇過啊。有機會考到，有做下你嘅較特別嘅，就打電話，他們一看，一方面理論對實際，書看的對實際看。就也實在冇話你冇辦法進步啦。今年75年了呀。哦，75，從前同學1年生家1年都2年從前啦。沙期嘅叫啫，係咪上去創部嘅啊？啊，健康啊！我就按你上咯。啊買啊！米醬買嘅。一般買帶上來啊，幾錢乜做工啊？哦，這要是去從下前面去對學校讀書方面數學傾向啦，數學啊。啊，我到你我到啦，這都土強多，花の都の真ん中で花の都の真ん中でさてやとなそれよいよいよいやとなそれよいよいよい也是東京很多了。营业的哈。你是哦，他得用营业的哦。哎。哦。你那是嘛？早自好。坐下推着位。早自好。我張地。咩？師傅啦，你開張地嗬。好久久。秋天氣。哦，秋天氣，啊的那秋呢，你早自好。这个叫还是得搞。怎么讲？那就老师呢？按多少全部空班係冇？中班。哦。我哋先生的辛苦。嗰個先生25歲了都。好，講埋個22歲咪，我一邊一位上咪。好。22歲講嘢。哦。這邊那口腔口腔應該過一點的哦。辣椒太少，欣賞。辣椒太少。我個田中先生。嗰個口科金先生。嗰個林先生。覚えてるでしょ？呀，咁咪多數開嘅要去公幹。
读书开的呢，有位先生，有屋生，有都矮，我就是上班就做学体那到底，因为嘛，学业多弄，你可能你看看那个多。慢點，余太哦，89歲行發病。比外班還較強嘞。比外班還強。難得咯，難得啊！我哋按同事，我哋一唔使去人用。係要攞數嘛？而家點解講？究竟年老師幾多歲咯？我上班嘅啦，甚至按同事係要老師講的，跟你們喊好夫妻。太假都喊好夫妻。其實也難得的嘛。恭喜发财！他讲话很清楚啊。阿弥陀佛，我就这样讲，我就拿录音带给他，天天唱阿弥陀佛。你们猜嘛？阿弥陀佛。你有碰过这么大年纪还在看病的吗？80多岁啊？89岁。89，他身体很好啊，有医德的人啊，就是比较长寿。心理比较健康了，正见啊，要有正见啊，就学佛一样要有正见啊，这是。佢嘅我從嗌咩？我哋嗌思考日本嘅工作個，我哋睇靠冇得阿爸同意嘅，世界去開個醫嚟嘅，講阿爸要同意嘅，還有嘅準備淘汰的，不然的話我做進老早都冇命嘅。買那個명胎，以後我說你是個營養師，全冇辦法出來。不是那幾場都念到명他推個體質空心，今年我又都馬家醫，跟住每個34年了，我今年都下晝的兩人做咩，都上班，我分批放工後趕唔出來。全部都是染曬嘅，你哋一出講嘅，佢講俾阿妹講嘅要揸步去做嘅건목好，一個你見大概好，些水淡哦，有護士，大家都說是護士面啦，然後就個係些水經濟，佢又有啥同阿中啊都有啥，同阿中啊都講過護士。一禮拜3-4年後又中途服務，又70蚊一本，咋的？佢700啥？講到嚇死人！啊不得了，星期幾個一錯，我講土堂啊哦，我講人哋都希望我肺部有積水，腦膜有積水哦。俺那時候國小就喺度儲水，就喺度儲水。像俺呢，俺87歲，同89歲人，所以儲水，是不是啊？那個台灣把一小咯。你講阿冇條件咪啊？阿冇條件去我嘅，係啊。呀先生伊講咩？佢見他叫我40歲啦，難得了，80-90歲吼，佢身體啊那吼，我講太感恩的佛啊！伊先生伊講咩？呀吼，呀得呢，佢看那片啊，去拍片看，中央啦，啊，唔過呀那個。先生伊個佢唔係講要算人多錢啊嘛，唔會。我講也良心先生了，我說佢身體安好啊，安健康。
美国去3败，日本反有60败，那些是由日本人，也是无中下，就这样也无离婚的无中下的，亲戚那也做态度呀。好。今ハワイに行ってますね、ハワイ。今、ね、少しね、訪問行ってる。この人は誰ですか？わかんない。日本じゃ。爸爸很伟大。我同学说。哎呀，你爸爸哈照顾大家哈，照顾病人，然后就说福音来的了。他这种精神我们就很佩服，我们都没办法做到。其实我爸爸忙到都没有时间跟我们讲话，我们电话一中讲2句，他讲好了，有病人就挂掉了，一直都这样，从小到大都，实话真的没有讲到话。希望爸爸从样是帮你哦。帮你当好的啊，有帮你的啊，有青菜就190啊，当健康啊。哎呀，我爸爸要是按人让家当很官，买得很生意吧。我是。对不要，你吃不？没关系啊，拿走来。那个。伊个尾就访问家都80岁。这个少年嘅时候，大哥同係個時候同學，23年生啊，6年生。頭年你行做嘅做咩時候打棒球，教4年都教棒球。天一就是都馬祖上，就是就去中央，我查嘅就按那個養生嘅東西，速度太系統，就不會用出大多。大多是有的臨時醫護時期冇迄個國家嘅冇乜嘅。冇一個處理，到了日本皇帝派個鐵絲來，你嗌哋做個電反陽機嘅重建，佢都講得過，講得我奇怪，1萬人嘅關係怎得權利？注意講得，跳那鬥牛士鬥得滿頭嚟喎，後來就破上腐敗過手，都創日本國國，創日本國國時就交通俾嗰條就係老師就。咁比咁痛嘅就向高層報告過呢情形，後來就是嫌棄太問題啦，就要愛國跟日本統治台灣有成功，黃明發有成功，就按下個故事嚟。因為日本人嚟查個真相，基本上嘅你談到就查創日本國個麼？我講眼冇啊，講眼冇看就全部往牆上也做個真理不看。就是写，还是等于就写一本书啊，写我就写天天就记了。校长怎么？来看一下。好，校长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谢医师这边的邻居是我姓曾。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谢医师帮我接生的。那他当初如果是留在现在的台大医院来当校长，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父亲一个使命，希望能够在乡下的地方会读书的孩子能够考上医生。爸爸就跟他讲，当上医生以后要好好的帮助地方人，所以就一直留在地方。你就看到阿爸阿妹都。從來按全按簽嘅嘢，我同阿爸9歲都以前做廠工，
做到17、18岁。哦，我妈妈是生了家世没差，5种多买，谢谢不愿做羊，不能我家里做羊，他一直这样的结婚的，所以讲起来我妈是等到我爸也辛苦，就年家都很做。都是上来，现在都跟上来啊！可能人家一定要我读书，有钱要读书，我就要我上进，很想，有想冇办法做到，也有的。所以我唔敢要求关系，唔敢要求。有人上来特别阿婆，像俺娘中，俺们是几个，一行看100以前。也一年120，从头胃痛，提供我衰就是少读书，少2-3年吧有。就叫以后，呢特别自个阿婆安苦，我靠一年，他们身上看医生都没钱，毕业望都300多岁，到23岁，考也做顺序考。实体考试也顺序考了，所以我考到以后，我爸我讲个句话，我讲我小弟特别的那一块，我讲唔冇啦，像啊，以前有时候有福音忙嘅，所以讲嘅好多就是啲艺术，本地方有嘅，放片啊嚟，我爸冇读书嘅人。讲下句话，也是还是很感动呀，家人都唔敢做的，你讲到好，那就下就是这个样，你这一下就跳下就冇问题。讲告状校长校长，我们是来自于哪？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今天由你们来到这里来访问我、鼓励我，像我明年都90岁了，现在还没有放弃我的职业，还能动出有生之年还会继续服务这个念头的之下，我还在继续努力。蔡医生哦，我都大概很阿伯啦，心脏病。我有差不多97年噶热天哦，暑假时间来到一下，因为按骨头哦，洗肾以后发现到我身上我有一点嘅浮点嘅，但係痛嘅当救，一呼吸呢按骨头9点人，你冇办法去那款，你小行到隔壁也来看，跟其他8块那咧，醫生已經洗腎洗我休息咧，看到捱來以後，因為大家喺隔壁，雖然喺按手術，佢係咧重複嘅作業啦。醫生咧服裝嘅作業啦，我就感覺到咧醫生，新加坡對醫生一個專業嘅尊重，同埋目前社會上大家對伊個專業嚟講，非常值得人哋學習，尤其係對於醫學奉獻人權嘅精神，然後人家就喺呢度精神，然後好好地學習，然後。那这边呢，小朋友也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要送给谢医师。么么哒罗桑，么么哒罗桑，哦，恭喜你只给